慣樣授權客家名如學簡，每日一項年成本。客家委員會7月8號期盼175到177年度客莊勞保再生時間葡萄計劃提這場政策說明會，由客委會主任委員辜秀惠說明政策的核心原因。辜主委表示，勞保首長而統一七本島的事件，技術老心力，辜說省容示範計劃為推動，係講示範效果當好，未來會繼續擴大彈力。辜主委指出，國保局拿作師傅負面廣告信後，大家將20多傳統勞保首長的老師傅、老首長公法強強被失傳脫。辜說，客委會希望透過師傅大師的方式，繼續培養下一代，使之首長的收入做得傳下去，新生根屬的人才培育體內。辜主委講到，客莊當島勞保現在有加速機制老情感。辜說，客委會希望老漢下島的一般勞保將好來保順客莊經管，未改善居民學習的品質，客莊服務將做得永久保順下去。以上係客家名如學簡的報道。接下來而教大家基本的每日一項語就是勞保。了解勞保首長過後看做得大，了解勞保首長過後看做得大。你學會嗎？下禮拜講來聊。